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男主角嘅包括鄭則仕，火線下的江湖大佬。我哋咪啄我知道遲早都要還。當日我拖得一冧隻手又去註冊，我今日就預咗綁埋雙手任你處置。唉，到時先講啦，話唔埋下個禮拜你都走咗佬啦。無啦啦，我做咩事走佬啊？無啦啦梗係唔會走佬啦，但係如果有個靚仔咁樣勾下你，你就飛奔而去啦。冇啦，梗冇啦，你個廢柴得個勤力，做牛去耕田啦。冇隨地抌垃圾，唔使罰。仲唔拎翻出嚟？頭先講嘢唔覺意吞咗。大小姐你要記住，全世界只有一個男人唔會呃你，嗰個就係我，你老豆肥仔爽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